每日聖言分享。常年期第15週星期三，恭讀聖馬竇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發言說：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稱謝你，因為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，而啟示給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來喜歡這樣。我父將一切交給了我，除了父外，沒有人認識子；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外，也沒有人認識父。上主的話。各位親愛嘅朋友，耶穌呢段深奧嘅福音係向我哋啟示佢同天父之間嘅親密嘅關係。耶穌唔單止只係我哋神人之間嘅橋樑，佢仲可以同天主溝通，因為佢係天主子，所以佢能夠直接向天主傾訴。耶穌邀請我哋進入至聖三位一體嘅生命內，見證佢哋神聖嘅活動。嗰位愛嘅泉源就係天主父，俾愛嘅就係天主聖子，而佢哋之間共發嘅愛就係聖神。耶穌讚美天父，因為佢將呢個奧秘啟示俾良善、心謙同屬真嘅人。呢個就係耶穌自己。佢除咗我哋人性嘅身份，甘願居住喺我哋中間，為向我哋眾人展示天主為拯救我哋願意付出極大嘅代價。只有耶穌能夠向我哋顯示天父，佢亦教我哋點樣稱呼天主為父。我哋明白成為天主寵愛嘅兒女真正含義。願我哋嘅生活係三位一體嘅天主愛內。阿們。